你并无罪，有罪的是这个世界。2000年4月20日，读屏东高树国中3年2班的学生叶永志，伫第4节音乐课下课进前8分钟，举手甲老师讲，伊要去便所。得到老师的同意了后，伊就离开现场。不过，一直到下课进前，伊拢无转来。下课了后，叶永志和其他的同学伫离音乐教室10外公尺远的便所找到。当时，伊规个人倒伫涂骹，伊的头壳佮有鼻仔拢有出血，而且裤的拖链仔嘛无有，规个人倒伫血当中。当时，伊佮有微弱的喘气，敢若会当用白。叶永志互人交到保健室做简单的处理了后，就互人送到病院。不过，因为伊头壳的伤伤严重啊，致使伊一直拢是昏迷的状态，一直到过工透早4点45分。宣告不治。这个案件有检察官提出公诉，前后填6年。法院认定，当时叶永志伊去便所了后，就急要回去教室，造成伊去踏到真重的涂骹，规个人煞失去重心，引起迷走神经性的昏迷，当场倒伫涂骹，嘛因为伊的头壳弄到涂骹，判决高树国中校长等等3位行政主管。无应做出安全合乎卫生环境，造成被害人骨度死亡，分别罚5个月、4个月和3个月的有期徒刑。不过代志敢有遮简单？叶永志是伫台湾性别教育史上，互人听到上毋甘的名。根据叶永志的妈妈陈君女的回忆，安尼讲：永志伫读高中了后。捌甲我讲，学校的同学拢要甲有，要甲伊的裤脱落来。就算伊捌甲学校反映，不过状况还是无得到改善，所以致使叶永志唔敢伫下课时间去便所，则要伫下课进前赶紧去便所，煞造成这个悲剧。性别平权人士就认为，学校欠缺性别平等教育相关的内容，才会造成这个悲剧。而且当时的学校较注重两性的平等教育，真明显是无够的。这嘛引起社会上各种呼吁，促成2000年12月16日，教育部宣布甲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改名做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，致使教育政策自两性教育转化做多元性别教育。孩子们，你们要勇敢。天地创造你们这样的一个人，一定有一个时光让你们去争取人权。我救不了我的小孩，我要救跟他一样的小孩。叶妈妈伫2010年高雄冬季大游行的时阵安尼讲，互大家真侪人流目屎，就敢若是甲过去受到委屈，伫这个场合做一摆释放。阿妹伫演唱会唱《彩虹》的时。抱一面真大的旗旗，蔡依林伫演唱会时放叶妈妈等等的纪录片，加上民间团体的力量，2019年5月17日，台湾写下历史，成做亚洲头一个同婚合法的国家。不过，专法通过了后，歧视敢有消失？同性恋、跨性别者，或者是其他和异性恋无同的群体，敢拢真正会使伫社会上？像平常生活共款来展现家己。阮捌看过一个留言，阮学校阁有真侪学校根本无性平教育啊！阮毋望教育会使豆豆互后一代走向真正的平等。未来的囡仔袂阁因为性别取向和特质互人歧视，嘛莫阁有后一个叶永志。毋过阻碍这个工课进行的，其实总是和咱共款，拢是人的人类。性别教育真重要，对一般人的选择嘛真重要。希望政治人物和政府，莫干那伫选举的时阵才会来讲这个代志，平常时都要骨力推动，好好监督这个学校各有机构，或这个平权的种子会使种伫囡仔的心中，豆豆不厌成长。